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11，诗篇22篇23节安尼讲：恁敬畏耶和华的，就学乐伊；雅各的后裔，拢着荣光伊；以色列的后裔，拢着敬畏伊。三甲来祈祷，愿着学乐敬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然圣洁甲公义的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是应该受尊重的。主啊！你至悬至大，无有神明通比。世间众人拢着伫你的面前跪落敬拜。主啊！今仔有愧视的，拢要来学乐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阮每一天拢要来敬拜你，阮还有气力的时，拢要来服侍你，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大搁通敬畏的上帝。阮就来学乐你，雅各的后裔，拢着荣光你；以色列的后裔，拢着敬畏你。愿受你拣选的后裔，拢着荣光你，敬畏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